嚟㗎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黃金風速走嚟咗大約個零身位嘅，埋邊紅黃繽紛響呢個第二位啊，中間追嘅馬有呢隻咧就波爾多又唔算好勁喎，出邊有一隊皮具大師大外檔係暴風雷啊，最後200啦，黃金風速再認真撲落去，拋嚟2個馬位都奠定勝局㗎啦。第2名嘅馬呢，外邊追上嚟有暴風雷啊，中間位置香港精神係搶過第3、第4名，出邊有永盛禁區同埋埋邊嘅客家之光比較接近啲啊。結果今場賽事黃金風速順利擺咗喺前面一放到底啦。第2名嘅馬外邊追呢係暴風雷，咁啊至於第3名都係被動啲嘅馬喎。香港精神追上嚟，出邊第4名呢仲有呢隻永盛禁區啊。好啦，都係走得快，好世界，黃金風速，蘇慧燕起碼啦。第2名嘅暴風雷啦，第3嘅後上好勁啊，香港精神，第4永盛禁區。頭兩段都扯得幾快下嘅喎。快啊！早段都有幾多馬搶啊，波爾多都擺上前啦。咁但係呢隻黃金風速都你預咗佢一定係有難，一定係順放㗎啦。臨尾就。